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浩明，今日个项目欢迎收看福起来。屏东县政府也经验实实地为到屏东县的年轻人创造一个最优质的创作环境。譬如讲，我哋大家人各地的强创记录，亦都喺屏东县政府为到年轻人的创业去练习，还有演练习语言能力的一个地方。但是像喺屏东市，还有啲最有名，但是可能一般人如唔知嘅一个地方，按照我哋屏东市的职员党。职员党喺呢啲乜嘅地方呢？我哋今日邀請到來賓，都喺我哋職員黨地方有一啲工作室嘅義飛來到我哋嘅現場，而家同我哋講，有兩個地方都係有百嘅無窮樣，我哋馬上歡迎我哋嘅義飛。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職人町職員黨駐點單位播嘅製作所邱義飛。義飛我想問一下嗬，從我哋本大陸已經有我哋嘅前創記錄嗬，個中國話有一啲職員黨嘅地方咯。其實職人町嘅地方吼，同青創聚落係無共樣嘅。其實青創聚落地方呢，係已經有自家行業、自家事業嘅，還有自家長期賣嘅產品，並且提價去販售。更加呢，睇下職人黨呢，攏係本工作，自家有自家嘅職業、自家嘅創作領域，好去本人家有一啲空間，去做自家想做嘅天單。所謂的職人職業，都係自家有自家嘅專業，係可以係攞杯自家生發，自家有一啲工作室。嗰種人意思，如果係講，我哋嘅前創記錄，而創業係創業，嚇，而可能我哋有啲年輕人本大陸已經有可能有些能力嘅，但是唔知按樣去創業。好，唔知學習到嗰度商業嘅嗰度技術啦，嚇，無如講，伊哋按樣去買東西，你可能唔知。可是幾時時都等於講，你去前創記錄地方，你都可以學習到東西。但是對嗰度已經創業嘅，你可能已經睇下這個行業地方行咗2-3年咧，好，已經有一些細細規模嘅，但是伊可能喺屏東市前面嘅店面，無如講前面嘅地方工作室，其實冇咁簡單嘛。或者等於喺屏東縣政府都提供一啲咁嘅空間，一啲咁嘅機會，一般人都已經創業嘅，但是而希望喺屏東市還是有一啲地方可以去比推廣一個行業嘛好，無如講發展一個事業嘛好一啲咁嘅地方。係錯，職人黨嘅地方呢係專門本一啲有專長，嗬，而且呀行業地方已經維持該久嘅工藝事業、工藝嘅經驗，不一定有啲體價。10種也都嘅創業者，還有創作者，睇下地方可以有一啲安心創作嘅環境。環境呢，政府用過少嘅資金不挨得，將資金呢，睇下做自家想做嘅事情，接天單然後還有給到所有嘅人可以接觸一點，認識一點嘅行業，認識一點嘅工藝品。因為我哋講，其實我哋屏東嘅職人黨呢個地方，其實同我哋呢啲屏東最有名嘅百貨公司嘅隔壁啦嚇。嗰度嚟講，伊個位置其實係幾好位置，嗰種平常我拿嚟住嘅話嚇，其實個租金是冇簡單。佢上頭都講到話，其實用一啲幾便宜嘅租金去同我哋呢年輕人好去申請吧嚇。咁當初呀地方申請人應該幾多吧？申請人真是幾多，每一批攏無共樣，我係第一批咧，嗰個第一批咧條件幾嚴，嚴係嚴嘅，因為無共樣嘅單位、無共樣嘅性質，而且係起到已經有成就嘅，有經驗嘅，嘛有商業嘅基礎，但是一旦你來過後，把係我做一個創業嘅輔導。我同講，按樣嘅營運，按樣嘅幫人客能會來。可是有地方其實一來簡單，但是要生存係咁難嘅。每啲行業都同樣啦嚇，其實你創業都幾簡單，有啲想法、有啲資金都可以創業。但是你睇個行業你話生存下來啊，真係冇咁簡單嘅事情。咁像你這個呢，這個工作室差不多成立多年啦。睇苗路行我已經成立咗5年。慢慢地，常常都幾多年來，變得一聽我有一啲實際的地方，俾人家名，俾人家看，可是更加看到有人嘅機會，有幾少，
可以將更多嘅資金拿去做你嘅產品嘅開發啊，無路做行銷啊，嗰個也地方挺多人看，但是上來人其實嘛個難，因為也通線嘅問題，嗰個我哋自家睇創業嘅過程，雖然睇名路巷個有名嘅，但是睇也體積還係需要人潮啊，反而需要自家去努力打拼，去幫人下安尼。其實我哋而家幾流行講名路創業啦，但是其實名路創業底部最大嘅問題，如果有啲東西你這個名唔到，所以有啲人一定要名到嘅東西，無如講去搭看個即個係咪適合嘅東西，然後我想我去買。嗰種後來如果有行業都係虛實整合、虛實整合。如果雖然我哋名路方面買東西，但是我嘛有啲實體嘅店嘅，可以幫去名，甚至去學習，甚至幫我哋去推銷安尼地方。嗰種等於講我哋咧經營店，如果一路提供一啲安尼機會，一定要提供能地方嗰度人，本來都已經有應該講，佢嘅工作地方就做算幾好嘅。但是等於如果你見面睇我哋嘅黃金店面，睇每啲伊嘅店面，每個店面嘛，嗰種我哋自己去做嘅話，其實冇便宜。但是一般的人強也是在你要做某個時間，你要資金亂了一些，嗰種譬如講政府都同人想我講，加店面的錢。本省下來嘅錢，你就可以做嗰度，譬如講你產品嘅發展啊，開墾啊，你其實不用你嘅資金可以做過多無窮嘅利用。咁像你這個話，你這個工作室地方，你這個除了賣你這個做手工嘅皮包以外，唔係做乜嘅事情嗎？也係我自己做手工嘅卡邦嘅，其實睇名路巷，我哋經發展無窮嘅項目炒嘅，但是更加最問題嘅客製化嘅東西，如係我愛學我係，也東西喺名路巷賣挺好，但是你講也創業嘅環境地方，其實名路巷幾多人幾快，認識嘅人嘛幾多，人客嘛係幾樣嘅，但是我更加睇屏東樣地方嘅人客係幾少嘅，嗰個有嘅時間我會同別人向下。去推銷啊，去同其他知名店嘅地方嘅人，知名店地方嘅工作室向下合作，去開發我哋新嘅市場啊咧。嗰時等於如果你這個有啲實體店面，但是實體店面人潮冇名路上面難過係咪？好，其實其他嘅工作室嘛係像剪假頭，一定咩係名路巷嘅成講幾高，變咧人客，尤其係我哋係一樓話係有人嘛，因為表啊，似得個獎啊，嗰當然係個打卡翕相入一樣。但是我哋二樓呢，因為係要北上去嘅話，嗰當然要睇門口都點下來，佢直到講應該要上去，可能會打擾到人家，嗰時都唔敢上去。但其實我哋嘅天然嘅人下落去，我哋攏為了迎接大家。嗰時等於你講我哋而家我哋實體店面嘅人潮，應該講交流嘅地方啦，譬如講喺相宜嘅地方啦，冇得講嗰度我肯定講，其實二樓上還是可以去上去參觀，可以看看還有無窮嘅工作室，你啲行銷還是要加強。係，因為一樓攏係可以練咖啡啊，可以去雕啊，可以去食東西啊，二樓以上。因為看起來嗰種無人聽嘅，嗰時就可能攏唔敢上去，尤其更加台灣嘅環境呢，一樓攏慢慢嘅，變得你二樓嘅生意同二樓嘅行銷，你要自家去幫。像香港如果係二樓以上嘅店面，伊攏會上去，但是台灣慢慢嘅習慣，嗰時我哋攏會睇名路巷同一樓向下合作。同人家介紹講二樓還可以上去用，還可以去嘅老料啊、體驗商品啊，還有體驗嘅手作教學啊呢。其實也唔係一種講行銷嘅學習啦，因為其實像我哋以前記得喺台北市啊，台北市太陽路睇最貴當係我哋一樓嘅店面嘛。咁後來開始睇條捷運，我哋木柵線是喺國家嘅，結果木柵線開始以後，我哋睇見發現講。2樓、3樓店面還變成店面咧，因為以前我哋2樓、3樓都像頭先我哋議題講嘅都冇以為去啊，但是捷運國家捷運辦好以後，坐喺捷運上面我哋實際看到係2樓、3樓，
可是我发现，2楼、3楼变成店面了，而且伊要把到伦敦马路嘅山上打下，用玻璃把遐东西全部陈列在提，你变成一个贵讲的店面，叫我下去我就如果去抢个店面。可是其实迄个行售其实真的等到的体型啊，无论的理想无穷样，会做无穷的改变啊。咁种人嚟讲啊，等于我哋咧平农业咧自然等，而即个本身有无穷样的一种建筑物系咪？錯，要搬三通路嘅。最前面咧，你睇林森路當個行。因為一通，以前係林務局嘅喺屬嘅地方。後來做單親媽媽嘅單親家園。因為空閒嘅2年以上，一定想要推做一個大型嘅規劃，變一個文創企業咧，嗰時一通都無共樣嘅方式，但是呢1樓出開攏係商業規劃，攏唔可以去留料，可以去買東西，可以去食東西。2樓以上呢，如果要去揀，睇到呢1樓，希望1樓去帶動2樓嘅人潮。係啊，因為我記得講我哋1樓開放了，你講大部分都買食的啦，吼，我哋咧買咖啡的啦，吼，叫做傳統啦。但是2樓以後上面都大部分都我哋咧工作室啦，係咪？錯。佢工作室係可以參觀的嚇。可以，但大部分吼攏係用約時間嘅，唔可以網絡上都可以看得到。有那可以約時間，可以去店面學習東西啊，體驗發通啊，有啲話係打開來。攏不看，唔怕，你攏可以上去。但我後面有人家買東西，係。我等於來講，對一個工作室嘅人來講，我話等於如果一地方一方面係即個工作嘅地方，好；一方面嘛係展示我哋產品嘅地方，第三面嘛係我哋接觸我哋人客嘅地方。好，一上面嘢攏係我哋係主力要做嘅事情，因為一方面我哋要保持我哋嘅創作，我哋話要精修自家嘅技術。但是呢，我哋又希望大家人來看我哋嘅工藝產業。其實屏東有越多嘅後生人，攏幾厲害，攏拼嘅提價，嗰時政府都推出種類啊，都俾大家人看啊。但是更加都係因為通宵嘛，店頭嘛無效，嘛個方便，工廠邊咩係推條件講按樣嘅設停車場，按樣嘅。再帶動人客上去到2樓，唔過更加真認定所有嘅1樓嘅商家啊，攏個聽數我哋2樓，攏會同我哋幫人客上去，嗰個天然嘅推人客落去，都可以去嘅。其實我哋談好了規劃啦，嗰個其實真認定，其實係個大家人去強下去努力去創作嘅地方。下一段節目，我哋請我哋EP同我哋小姐講，我哋真認定裡邊有乜嘅鬼神奇嘅點搞，休息下，馬上過來哦。翻過來，復起來。上一檔節目，我哋來賓EP同我哋講我哋屏東長創區咯，同我哋屏東嘅自然黨有乜嘅無缺嘅地方。但是而家我哋係小姐講，一地方地邊有乜嘅幾好留料嘅一啲點價。我想問一下嗬，從我哋咧自然黨地邊啊，而即個有乜嘅幾特別嘅一啲店家，唔可以同我哋說明得冇？睇下後邊可以看到。第一個最有名嘅，看到平埔黑豬，一定係富裕平埔黑豬。嗰時一定更加呢有發展自家嘅肉燥飯，好用自家豬肉醬，自家做一啲肉燥飯特產。嗰陣你去自然店嘅時間呢，攏可以試得到一定富裕嘅平埔黑豬嘅產品。更加呢都有一個肉質，一定先特殊嘅係一定嘅香氣。所以一定咧做呢個清香，嗰陣一定更加咩要做禮盒，都可以去買個伴手禮。所以喺呢個聊嘅時間呢，你都可以帶一盒過去同大家人享用。嗰陣等於講，而這個本地係一個傳統係咪？伊本地係工廠師。你本地係工廠師，佢來去解
去卡去想，用的去赋予平埔黑族，古来族族的路错嘅，算是二胎接数路错嘅，二胎学族的啦，但是一胎工厂式啦。错。但是喺度以学嘅族位以后，如果开始来开发一个族的产品，族的产品嘛有，但係最重要係以萬係也富裕的技術。當高峰，佢不斷的精選，甚至也主位可以活體運送到國外去，也係最特殊的東西。因為我哋講肉唔可以帶去外國，但是伊哋咧主位係規則好好送去外國。因為伊哋咧主位會教英文係咪？應該講伊哋咧主位可能伊哋咧建議啊、吼建議啊，已經做過好多個我學主位嘅方法。有大碼嘅東西啊，其實記錄嘅真真切切，本外國已經都放心講，我哋用安尼方法學嘅嗰度做嘅，係可以安全地送去嘅地方嘅啦。也大哥吼就突然講過一句話，就講我呀吼學做嘅係用數據分析，吼我呀種嘅清澈也技術吼係頂級的，因為以前係工廠時嘛，嗰時用個科學嘅方式嚟學做嘅。但是其他睇而家而係所以你傳統還是所以你賣點嘛？算傳統。嗰時我哋可以食到以嗰邊有套餐係咪？肉燥飯的套餐。肉燥飯的套餐，然後是喺你嗰度，這個對而家煮嘅係主要係有新奇嘅吧，以外你嘅電路可以賣回去。錯，以前嘅電路呢，都變咗睇以前嘅店面嘅條線。所以嗰陣你哋去呢，都可以看得到以前嘅豬肉嘅產品，見面一帶來係肉質，還有其他像乾腸嘅一條東西嘛，喺睇店裏嘛係可以食到嘅。其實好一擺非洲豬瘟開始睇下哋亞洲開始流行嘅時間，台灣慢慢地俾人發現到，其實台灣人學豬嘅真係有一套。可是我哋唔單止我哋學豬嘅環境整理嘅規劃，其實我哋學豬嘅每一部分留記錄。其實對我哋來講，海拔可能豬肉對外國人來講，都喺台灣呢啲特產咧，變成安尼一啲情形咧。錯，說下來呢，我哋看到嘅係陽光字面，用日頭曬嘅面，日頭曬嘅面大家人攏有，但是以最特殊嘅東西，叫做涼面，日頭曬早嘅涼面。像我哋出去老闆食涼面嘅時間呢，個涼面攏係濕的，其實一涼面啊，可以曬早來，早熟過後呢，可以不用個久。嗰陣你唔是去老闆買濕的涼面，我2-3日都要推是黑的去。呀呢，一定用日頭曬的涼面，你想食的時間都殺來吃，裝來吃，馬上都可以吃到個涼面啊那些東西。我記得也家店其實喺屏東市已經可以改叫嘅。錯，伊嘛係二胎難接受嘅。伊可以改叫，嗰時其實我哋改廠其實都講到改好伊就卡面，但是改強伊就卡冇人食。嗰時第二講，而家有一啲生意嚟過來食係咪？錯，係細拉嘅過來食。以前伊喺北埔呢，嘛係啲工廠時，而家攏係流行工廠時過來接數吼。伊過來接數過後呢，伊攏用自家嘅商業嘅方式去做伊哋嘅面，因為 Q 嘅面也冇帶來，然後攏嘅包裝啊嘛，佮攏改圖案呢。伊講。既然我要來自然當，嗰時我攞出開攏改過，嗰時以前嘅 logo 同也包裝出開攏揾伊啲方式，也行成攏冇共樣嘅。嗰時以前我做一啲國際化，本太家人看到屏東也有一啲涼面，係日頭曬過、早熟過嘅涼面。其實我哋聽呢台接數嘅結果如果安尼，你講一定會把伊定。在外面看到嘅東西，去帶入到我哋嘅 QU 嘅產業裏邊。我哋 QU 產業裏邊可能我哋以前可能用一種塑膠袋啦，或冇嗰種嘅情形。其實佢當時嘛係歸市場嘅啲東西啦，但是時間久嘅，大部分人都講嗰種個 QU 些，但是其實味道還是歸好。但是我哋呢台接觸以後，如果用無強嘅色素、無強嘅一種設計，比如原來嘅面，有一種新嘅生命啊，咁嘅意思。其實我哋冇感覺到講，看到伊有地講，我哋話有一啲二胎嚟接觸嘅時候咧，地講哦，也要點嘅可以繼續去生存下去嘅。
可是伊哋呢來真年蛋糕後啊，又話會同睇啲工作室合作，像我，伊如果同我講，簡單啲面粉台啊，想要做再次嘅創作，啊，你都不用本做，你想要做樣嘅卡邦嘅，那不用也電路，伊想要同嘢東西嘅，再次嘅利用，再次嘅行銷本太簡單啲，因為也傳統嘅技術嗬。有人傳承，但是一面粉台俾我睇嘅唔係個弄係啦，啊有乜個辦法可以讓本人家讓到，也要喺外地嘅特殊嘅地方哦，啊電路啊好用安尼再次利用外人講廢物利用嘅東西去做一啲卡邦嘅，嗰時伊哋嘛係個積極喺同出開人。接體系啦，好。其實我真係頭冇想到講，以為優雅麵粉都係很易去做二次創作。睇的想到講，一啲夾標都可以下吧，肉燥麵啊，咪叫咩？有，伊哋咩有研究咩有睇講，我來合作。用伊哋嘅麵，用伊哋嘅肉醬，然後來做伊哋指定定限定款啊咧。但是更加還係談論啊，還冇真是嘗試。但是藝術片咧已經係進行中，正式進行中啊咧。咁你講到更加好，等於都發現講，其實真人等唔單止本藝人咧，已經有細細一種創作成果嘅一啲人吼，一啲添加，一啲本來有一啲環境可以去推銷嘢東西。其實伊嘛冇強用一種嘅人，有一啲合作嘅機會。就是互相認識、互相認識。可能個異業結合嘛，因為你其實想講，嗰種一啲賣麵嘅人一團接觸，你就想講你是在上網嘅東西咯。係啊，馬上都用呢種business to business 嘅方法，商業對商業方法去想一件事情，但是因為唔係已經他個人會說嘅，好，都等於講，你用嘢嘅技術，好去做嘢嘅產品嘅某一部分，其實他個人自然而然，他個人就融合好來。尤其係嗰啲後生人有冇同樣嘅想法，冇同樣嘅創作方式去介紹外地想要傳承嘅東西，可是有共識，向下可以做出一啲新嘅面貌本拍，大家人看，也係屏東最老實，嘛係最有原創力嘅地方。也嘛係伊的味道，我哋未來發展過重要一啲事情。即也都係我哋講嘅軟實力跟硬實力向下結合嘅地方。我哋睇上面咯，看到一啲庫斯拉的頭。哦，它叫哥吉拉。哥吉拉的頭。也呢，咩係睇醫療，伊睇中間嘅痛，伊也人個特殊，因為所有人看到伊呢，攏講伊係模型師。但其實喺日本也唔喊多模型，也喊多原型師，一模一樣一筆一咧去畫出來，再去翻模，翻嘅模，你都可以做出安尼嘅東西，那個叫素體，也講呢呢，其實還有一個重要一點，我觀察力要改好。因為當個方嘅毛流細節，用油圖慢慢地去刻畫出來嘅。嗰隻也行業其實喺台灣改少，可以講無人咁用也來創業。伊講人我要剪甲頭，剪甲頭就是以甲一樣嘅行業，以想要做安嘅行業創作，好維持也成法。嗰隻當然剪甲頭。過後，如果講有東西嘅台灣冇人做，我哋反過來想，伊一天有伊嘅人客，伊也市場，嗰時伊剪甲頭下落去過後，我堅持本大家人看到，也很多原型師，唔係我哋講嘅模型師。那就以前我哋常常看到安尼嘅東西，都名義做人的塑像啦，好模樣嘅東西，佢變成一啲也應該係算我哋天養嘅主角嘅啦，嚇，佢哋有版權嘅問題。伊一個特殊嘅係，伊做好過後，伊有日本人認證，伊可以做安尼嘅東西，嗰時也推理係 OK 嘅，冇問題嘅，嗰時也冇乜嘅版權問題。如果第二個即個唔係買係人來嘅東西去做一啲，而係走對幾種方式去做一啲，然後得到原創嘅認證。其實真冇簡單嘅，因為等於講也唔單止講也有能力啦，伊可以驗得出安尼嘅東西出來。
体的，天然讲也要个形，吼也推也要嗰种气势，吼等到年从因为讲真的做个梦，真的是做个有得到人的精神安尼啦吼，嗰度变成讲有安尼认真，刚才几厉害啊！对于讲我哋台湾，嘛真是嘛看到安尼一种行业。嗰陣有人才都表演睇屏東啊，而人家要想要有自家體質，有自家創作嘅環境，嗰陣一路曬落鴉片，來也生產伊啲體質，本大家人提供啊，屏東有人係做安尼嘅東西。呢種東西應該生意嚟慢點樣走來走去吧？冇，伊也吼，伊工作室嘅創作者吼嘛，個提書啦，伊都講啊，我採預約制。好，你想要來冇簡單哦，但是你要睇老闆看可以，因為伊係玻璃嘅門，嗰陣你睇老闆攏可以看得到伊自家，伊去創作啊，有伊本人認證過嘅，伊攏會俾我睇老闆本人甲看，啊，你要一樣啊，要翕相啊，可能要經過也同意，才可以做安尼嘅事情。係啦，也其實也嘛，伊這個辦起來的問題啦。觀眾朋友，其實講到三家啊，啲呢經營店呢，伊個點下地方，我都發現講，其實啊經營店地方幾多好搞嘅地方。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哋埋嗰度過精彩嘅事情哦。歡迎過來，福起來！上到節目我哋來賓EP同我哋紹介屏東經營店有三個幾特別的一個點價。佢其中咯，我哋把我哋今日就帶來嘅東西，全部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一下，好唔好？啊，也很多楊桃手作，也奶昂嘅師傅啊，伊哋都卡本身咩係做陶藝的工作室，啊，伊哋呢推接觸過後呢，伊哋都做一啲常態性的。商品，然後提供俾大家人做電爐。啊，最有名嘅係安尼發通，好多寶寶托嬰，3歲以下嘅年呢，爸爸媽媽新書爸爸媽媽都帶囡嚟來，啊，用牙腳同書，啊，沾那個顏料，啊，變咗提個盤嘅蛋糕烘，啊，再燒過一擺天色過後呢，你都可以拿頓牙盤呢，變咗提碌卡。啊，細年嘅嘛會講啊，哦，人哋玩些是隻樹樣啊、腳啊，攏變咗睇啊，啊，我玩些係安尼啊。可是我哋有的人的爸爸媽媽都做嘅嘛，肚臍印啊嘛之類的，啊，個太細的話都可以做我哋的寶寶手藝的一種盤的啦。也發通個流行啦，啊，睇我哋經營店呢，咪係人反正都個多嘅愛嘅人。好，因為伊變咗係名譽行，嗰時愛體客啊，還有愛腳，甚至香港啊、美國啊，過來嘅，攏會過來體驗也發通。所以也係本地人的屏東嘅嗰種陶藝家呢？是，他爸爸以前都係屏東人，專門係做陶藝相關嘅老師傅。啊，也細年嘅每一代攏會做陶藝，咱只有也專門係做，也都係以天然來嘅。專門係做啊，自家做一個楊桃這個品牌。以前咧睇青創聚落嘅片，啊後來曬了經營檔一片，做個精緻嘅發通。其實我哋以前常常會認為講，我哋買萬塊路也買幾買到好呀，但是喺早期啊，每一個地方有嗰種固定去供應嘅地方嘅譬如講生活用品啊，嗰度地方嘅伊啲收益吼，可是每一個地方伊可能用嘅奶啦，無論用伊即個土窯嘅嗰種方法無共樣，嗰種生成嘅作品其實多多少少有無共樣，但是因為我哋而家大量生產以後，我哋買全部都係大量生產嘅作品，從來就譬如我哋頭先我問伊講係咩屏東即個特別有嘅都因為，亦係都代表我哋屏東嘅一種手藝嘅一種作品，因為無共樣嘅奶，無共樣嘅做法，而燒出嚟嘅東西都無共樣。還有講，譬如講，遇到可能無共樣嘅地方食得完，無論伊哋食飯嘅方式啦，嗰種用嗰個東西無共樣法，伊都設計無共樣玩出來。嗰種將我哋屏東本地嘅一啲手藝嘅作品，其實係一個
贵珍贵的一个财产。像我哋等个方面有一啲做内行嘅工作室，但是伊定个特殊嘅係一定係學生嘅，比到想要有一啲創作嘅環境、創作嘅空間，嗰時一路成長嘅喺留等個行。啊，伊更加呢，雖然冇乜嘅商業類嘅經驗，但是伊定開始睇接訂單，也訂單呢係實體店面啊，伊定想要做設計嘅盤呢，佢開始規劃，然後做出自家個特殊的花樣，睇盤的行，也係日本定時餐廳係做的東西。嗰時已經開始用，雖然以來冇乜個商業的經驗，但是已經開始睇接的係大量的訂單。啊，做的東西呢，攏個有功。因為伊定係學生嘅嘛，知識還係幾強，嗰時伊定提供啊，用乜個化學顏料啊，用乜個油料啊，變下落去，一設成一個特殊。嗰時也店面呢，想要做設計餐盤設計嘅時間呢，如果想講大量生產呢，可能冇辦法配合。嗰時學生團隊呢，有創意，有設計嘅能力，嗰時伊定都開始都潛到我哋榴彈工行嘅米土陶意思，嗰地都變成一路一啲手工天作嘅一種可能咧盤嘅啦，或者幾條東西，尤其係從嗰度高級嘅飯店咧，高級嘅料理店，而且如果想要用安嘅東西，因為外面買大部分人都看過安嘅料理嘅盤嘅啦，或者嚟嘅，咁出來就應該發現嘛，咁看到嗰度做實嘅啲起碼嘅東西咯。佢係那種樹脂粘土，樹脂粘土同我哋看到嘅紙粘土冇共用，一個強啊，做出來嘅東西呢，個有功，看起來嗰種真實嘅寶石、輕寶石。嗰時伊哋做嘅東西呢，除了係飾品外，伊哋還會做仿真實物。像我哋喺傳統嘅路邊看到嘅模型實物，這種嘅東西都貴時下，哎呀，好多異性炫，啊，異性炫其實。伊做嘅東西呢，攏個有功，啊做仿真實物個多。伊定更加沒有睇做仿真教學、仿真體驗。嗰陣體驗嘅時間呢，你會感受到一個特殊嘅考場。也最特殊嘅係創作者本身呢，有睇接觸身心靈教育。嗰陣你一啲來呢，唔係馬上都可以做，唔係馬上都可以體驗也發通哦。我係先表述自己心情。彈音樂，彈嘅一段時間，10分鐘過後，你心靜下來過後，我哋拿來做也仿真實物嘅教學。個特殊嗬，個特殊，因為我想講，本來都想要做鳳梨嘅蛋黃酥，冇想到我把它先清醒，然後想到這個還有蛋黃酥嘅。因為清醒過後呢，去做東西，真是做出來嘅東西夠有功。你看你去嘅時間浮浮發發做嘅東西都係個粗糙冇乜嘅東西，做都想要貴嘅，嗰時。創作者伊堅持如講一來我不用送心情，突然急躁的心情不用送過後，拿來做出來的東西，那麼有功，那麼講，後背你在上色啊，乜個東西，講可以體驗到我做乜嘅東西啊呢？嗰種而家已經設計到按到嘅點眼嚟講，我發現講其實。在平常嘅經營其實幾好料呢嚇，啲地位除了一樓可以設得啦，有傳統，然後另一樓其實幾多工作室幾有自家嘅特色嘅錯，也有特色呢，其實我哋一樓攏會互相串聯，我開課唔係聽我開課，我去屯聽書唔係同我聽書，像也皮革吼，都係我切片咧。牛來，因為我哋卡邦嘅嗰度像嘅表頭無如隔壁卡邦嘅隔壁嘅個裝飾，嗰度人會特殊嘅要求講然後用皮嘅，嗰時之前當地波路有啲做皮件嘅師傅，我都推牛過來開課，因為我咩嗰種嘅地方也皮件用嚟去製造，我做了100個後，我真是發現真是。一共特有嘅，伊攏自家裁、自家做、自家用素原，伊堅持用素原過嘅東西，那會有手做的味道、手做的風格安尼。就是從來人家看現
现场看到的东西呢，拢係一束慢慢的量出來的，一件事唔會用機器。嗰是但個方呢，人家書粉啊，人家書烘的油啊，拢係同個皮件打亮一樣、拋光一樣。嗰是以堅持講啊，做皮件就是要有手做的感覺啊。嗰是唔係想要來呀，自然等料的話，自然當料的話，唔可以去請伊。有話我做天做的，啊，你想要請伊雙口嘛可以，嘛可以來請下，因為我長期同伊合作。一般來講，我反而就去真人哋，外來客嗰度還是本地客嗰度啊？其實從更加來看外地客嗰度，因為嘅老闆白山啊，吃得貴獎嘛，嗰陣養嘅人打卡重點，真的，那個 IG 上面 Q 可能係，然後出看你攏點嘅睇樣睇翕相，可是我講本地人應該看看啦，但是貼拍得來嘅人嘛有，像我哋睇苗栗鄉嘅新人吼哥哥，啊我哋咪會開直播，同大家人小家我哋真人哋裏邊有乜嘅東西，可是外地客基本上係外地客來嗰度啦，嗰時候對講的，其實真人哋咧人強也唔單止講，而係互相嘅合作。其實伊哋本地自家嘅能力啦，好比如講到我打卡直播，其實對幾多我哋各種批人員來講，伊根本唔得用安尼東西，就總係在行社會嘅充電。冇人家千多老人家，攏拿頓手機嘅睇樣，拿頓手機嘅睇直播，其實也係辦係幾多年咯。唔單止咱後生嘅，其實攏太細攏有，因為我哋留在下游嘅自由玩具實驗室，嗰邊咧搞生意呢，用程式下程式做一啲活動式的機器人。呀東西可以哦，嗰種更加 AI 智慧嘅生意呢，潛力冇，連太人咋攏來，爸爸媽媽嘛窮下來對下聊，因為話有其他東西嘛，像無人機，要用嚟去操作，啊還有嘅樂高玩具，用嚟去裝喺邊一啲真實嘅人可以發通嘅關節用嘅，可是攏太細攏可以來啦。那種你這個意見睇下我哋真人等研究嘅吼，你這個對於未來冇，你這個工作室睇下真人等裏邊有乜嘅對未來期望冇？未來期望哦，其實我總係去解成你角度，喺苗栗鄉辦下來嘅單呢嘛角度，未來其實我攏希望大家人可以上來到呢度去參觀，去看我哋真人喺做乜嘅，因為按優秀嘅後生人，攏集中嘅體驗，睇發展自家事業、自家創業嘅東西，我就希望大家人上來了，來看看那嘛好，然後貼片咧係一度係流暢，有啲片尾歸來一片，睇下創業，嗰時看一下更加人睇本夢嘅夢，創業嘅業，也係最重要嘅事情。看看我哋兩人強人哋做乜事情啦。錯，俾我哋加油一下。其實嗰種人講創意係人強人最重要嘅武器，但是我哋一擺嘅屏東嘅真人等，我哋會發現到講其實合作加創意，那係人強人最大嘅武器。今日我哋感謝我哋EP勞動嘅現場同我哋分享安多真人等嘅故事。感謝大家，感謝主持人，歡迎大家來屏東聊嘅時間呢，記得我來呀真人等。同大家人聊聊，上去醫療嘅工作室看一下屏東人睇做乜嘅後生睇創業做乜嘅。休息下哦，大家聽下你時間嚟運動一動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來到好好運動嘅時間呢，我係黃正祥，來自於屏東縣長治鄉七支道營養生協會，另外一片呢係陳先生，一片潘先生。我同觀眾朋友示範呢係
抛江过海，抛江过海呢係做我哋呢數節嘅運動，同我哋呢背囊用嚟同人創我哋呢見路，所以今日我哋呢兩隻腳先打開嚟。打開嚟過後呢，我哋所示範嘅呢係祈禱嘅嗬，我哋呢企喺下邊送嚟，我哋呢數拿行以來，數拿行以來，我哋先示範我哋呢腕關節嘅動作。腕關節呢，我轉嘅時間一記一記轉起來，再接出去，啊，一記一記轉起來，轉嘅時間呢，有個觀眾朋友講，我轉嘅時間呢，嗬，我呢撈下去，安尼撈呢，我哋冇法度做到我哋呢也隻耳嘅。一記一記數把裝嘅行嘅，也隻一件骨頭，所以我哋喺表送我哋呢骨頭，我哋按嚟定嘅時間，我哋呢數一記一記，好，將按嚟一記一記切切下嚟，表下嚟轉動我哋呢腕關節，拿嚟接出去，所以要注意地方係第一隻，我哋按嚟定嘅時間接出去，所以有啲人呢話呢，尿嘅行要按嚟接出去，卡嘅球按嚟接出去，而係。安尼即唔係講唔忙，我哋也可以。問題講我哋訓練唔到我哋呢數節嘅裝法，數裝嘅也關節咧，講我哋腕關節咧這些地方，所以也係安尼接出去，也係示範我哋呢腕關節。接下來示範咧，係我哋呢數棍也一節嘅數棍咧示範。數棍嘅時節，我哋呢數打開來，我哋對老背彎起來接出去哈。我哋攞下來嘅時節，我哋呢數盡量向老背，老背再由老背縮起來，再接出去。也係訓練我哋呢隻，係訓練我哋呢數節，幫我哋呢數節嚟練發線。嗰一類呢係我哋呢正中神經嘅隻意。我所示範呢一個動作呢係數把掌掌。傾下我哋呢數字向下邊，向下邊呢我哋主要係一隻耳，我哋一隻耳，人講我哋也有正中神經，我哋呢媽媽數碼對一隻啦，一行起來，所行起來嘅時間呢，我係做一節嘅運動嚇，一節拿行起來，再接出去嘅時間，係對我哋呢，對我哋呢拿起來，對我哋呢背囊好先，講我哋呢肩頭行。上嘅時節，安尼攞下來時節，撈行起來，我哋呢數棍，那同到雙節，注意嘅地方都講啊，我在企嘅時節，我要穩定。嗰嚟話一種嘅做法咧，喺我哋呢數打開來，我哋飛出去，我哋數打開來嘅時節，我哋定一對高骨一隻，高骨一隻飛出去，一數喺前面，單行一數喺下邊，又係做講啊，又係對內，係對我哋腰嘅。腰嘅動作安尼飛出去嘅時間，對我哋呢也腰嘅同我哋呢高骨一隻嘅地方嚇，飛出去過後我哋呢數拿咗嚟，我哋變成一隻數喺單行，一隻數喺下邊。下邊嘅時間，我飛嘅時間呢，我對腰嘅安尼飛出去嘅時間，我喺本來行嘅一隻數係飛呢喺單前面，啊喺將近行鏡頭行嘅數呢飛對後邊。所以也這要注意嘅地方都講，我飛嘅時節係無強向嘅地方也這地方，所以要注意講啊。咁做嘛我嚟飛，如果人觀眾睇話咧，我數節出去，下邊數節到，安尼係無轉到我哋一隻嘢搖嘅，所以我哋做一個連續動作嘅時節都安尼飛出去嚇，安尼飛出去要注意嘅地方。嗰兩我哋所示範咧嚇，我哋呢連續動作嘅時節咧。第一點，我哋呢腕關節轉入來，接出去。過來呢，喺我哋呢數棍、數節，我哋呢數節向老背，對數轉入來，再接出去。再過來呢，喺我哋呢數嘅正中神經，我哋撞下去，拿行入來，對背囊，肩頭行、背囊行，接出去。貼過來嘅動作呢，喺我哋呢一數一單行，一個喺背行，背行嘅呢向前面，肩頭嘅向後背，所以第一飛呢時就要注意，喺我哋呢高骨轉我哋呢腰嘅同高骨嘅地方嚟轉。
观众朋友，我哋呢也系以下所示範呢係祈禱嘅動作，我哋下一個動作呢係坐到嘅嘢，希望觀眾朋友呢準備一張凳呢，同我哋坐到嚟做。今下所示範呢係凳嘅動作，觀眾朋友準備一張凳呢嚟同我哋向下做。啊，凳呢要注意講，我哋凳呢要坐起呢，唔可以有危險性呢，唔可以有靈呢，嚇。我哋坐起來那唔可以有危險性。今下呢？做呢係拋漿過海，坐嘅時間我哋盡量唔好背囊，唔好靠對我哋呢凳背嗬。坐嘅時間可以坐1/2同1/3。做嘅時間同樣，做時先做腕關節嘅動作。腕關節嘅體，我哋轉嘅時間，我哋轉嘅時間呢嗬。轉嘅時間接觸，我哋一技術呢，一記呢送起來。送起來，當我哋呢腕關節也就要撐一下，那嚟分出去。假如係冇，那嚟人講一把抓，嚟抓呢接出去。第一，我哋呢數字嘅靈活性會冇。第二點呢，我哋冇下可以去訓練到我哋呢腕關節哈。所以今下喺我哋腕關節咧用嚟分出去。再過來呢，我哋做嘅地方呢，我哋係做下豎關節，也就以腕關節同下豎節也貼地方做出。我哋做嘅時間就用我哋豎節先打開來，打到上前，我哋兩隻手嚟合起來。同樣數字腕關節，同樣嚟合起來，再嚟分出去。第一係做我哋嘅協調性，我哋呢協調性，我哋呢手臂有力，我哋呢肌肉係一擺，行路拿乜嘅支撐點，那有法度講啊，有力頭。咁我哋呢肌肉慢慢嚟會萎縮向起來，所以也係我哋呢，我哋一隻以手骨呢訓練。再過來呢，我哋做呢坐到喺一豎節，我要做一肩頭一個對背囊嚟分出去，所以一節呢，我利用個我豎巴掌向下背，我要只以腕關節也要深蹲比係利用我哋一節嚟縮放起來，縮放嘅時候我記得我哋嚟吸氣，吸氣嘅時節，豎節一個鬆起來。送起來過後，我哋分豎節彎起來，對呀分出去嘅時節，係對我哋呢背囊嘅肌肉嚟分出去。分出去呢，都係我哋呢利用我哋呢背囊嘅肩頭，會延長出去。背囊嘅延長出去呢，那唔會幫我哋呢背囊肩行，也係講啊，我哋一樣長蹲嚟訓練講啊。希望我哋嚟坐蹲嚟等嚟，我哋嚟背囊會過行，會冇爽快，也係講我哋嚟延長我哋嚟背囊嘅。在過來延長背囊嘅過後呢，我哋為一種嘅做法講啊，我哋手打開來過後呢，我墊用腰骨墊呢一隻手喺當方，一隻手喺下背，下背呢。你注意講啊，我哋打下嚟分出去，我哋呢等嚟係有等嚟背，唔分嘅時間，我注意一下，唔好同人手打到人等嚟背哈。所以我裝嘅時間，我要注意講，我嘅手拿喺肩頭哈，我一隻手放喺啲我腰嘅哈，我利用我腰嘅一隻地方，我腰嘅地方我。背囊向嘅分出去當方，我肩頭我分出去地下背，所以我分嘅時間我注意唔壓凳嘅背項，唔好分到凳嘅哈，壓數那唔係痛，所以在墊嘅時間，所以講利用，你分出嘅時間係利用哪隻力量？利用我哋一隻腰骨同我腰嘅力量，所以我喺腰骨一隻同我腰嘅一隻我有幾痛哈。所以我做嘅時間，我係墊喺度樣；我分嘅時間係利用我腰骨同我腰嘅啲做。有個觀眾朋友講，咁我可以按嚟前面分同後背分冇？唔可以，我前面分同後背分。講我希望我前面分同我分嘅後背，通常係講有乜嘅差別呢？差別係第一隻而差別講啊。我係對打，我係手打喺肩頭上嘅，我分喺後背，同我喺背囊上嘅，我分喺前面。
伊差别都伫我腰尾有转啊无转，我迄飞头线，我腰尾都无麻转，我脚骨也无麻咧痛。所以讲，我注意讲，我爱本来脚骨同我腰尾，比如过频繁，我唔安闲安生的时间，我一天一扎书，啊伫当方一扎书伫下晡的时间，我瞓的时间拄好对切无穷用，也无穷用点都是讲啊，我用利用我腰尾同我脚骨分出去，所以一只也注意地方迄伫呀。以上呢係初度嘅通則，希望觀眾朋友聽下等好好啊來做，幫我哋嘅人生個空間嘅事，我哋下一次拿來了。